另外，在11月的中部有一场中央敬老感恩演唱会，邀请的就是咱画面上的，看到81岁痛苦歌王孙晴，伊要挑战的是2天3场的演出，而且也要将这个演出的过程来申请金世界纪录。 16的旋律，互真侪人想起青春少年时。为了迎接中央节，有一场中央敬老感恩演唱会，邀请81岁歌王孙晴登台开唱。欣赏呢跟喜欢我们孙晴大哥经典歌曲的好朋友，在这2天呢，可以充分的来购票来支持。主办单位讲，希望是大人健康有自信，所以鼓励因爱加参加楼口活动、看表演、交朋友，希望因欢喜。 过日子结束节目的时候，再把神请出来，恭送大家平安顺利这样子。今年主办单位嘛邀请白沙屯宫田宫妈祖主教，和观众下当现场记号，让倒脚求平安。活动卖伫咧11月初8、初9，伫咧中兴大学惠顺堂举办，欢迎民众带厝里的四大人同齐来遮参加活动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